澳門係一個以旅遊業為經濟支柱嘅城市，呢一片中西方文化共同孕育嘅土地，成為世界各地旅客蜂擁而至嘅旅遊熱點。喺2012年，就有2800多萬人次嘅旅客嚟到澳門，展開不一樣嘅旅程。澳門特區政府致力將澳門建設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，旅遊部門亦都配合相關嘅目標，適時制定旅遊政策同埋措施，推動優質旅遊，優化行業管理，同時推動文化旅遊，發展具有本地特色嘅旅遊元素，促進本地嘅旅遊產品更加多元化。總結以上幾點，2013年澳門旅遊業嘅發展方向有以下幾點：一、總結規劃研究成果，深化旅遊休閒體系；二、優化旅遊管理培訓，積極推廣優質旅遊；三、發展文化旅遊產品，推廣節慶盛事活動；四、重點支持社區旅遊，加強傳媒公眾溝通；五、創新推廣宣傳手法，發掘全新旅遊市場；六、着重參與國際組織，加強區域合作發展。喺過去，澳門嘅旅客來源主要係來自中國內地、台灣、香港、日本等等。而喺未來，旅遊業會拓展相關有潛力嘅市場，例如好似俄羅斯等等。澳門咧有好多景點嘅，好似有大三巴啊、噴水池啊、媽閣呢啲咧都係聞名中外，唔少旅客咧都遊覽過噶啦。咁究竟除咗呢啲景點之外，澳門仲有啲咩好玩嘅呢？根據旅遊業新嘅一年發展方向，北區、離島、三盞燈等等將會係重點發展社區，配合呢啲地區獨有嘅文化特質，發展社區文化節，開展旅遊資訊系統，相信會為旅遊業帶嚟新嘅景象。以離島為例啊，佢係集現代同埋寧靜於一身，好似龍環葡韻，係葡國嘅舊式建築，呢度仲有全澳獨有嘅石仔路，絕對具有文化價值。如果大家想寧靜又接觸大自然嘅話咧，就可以去到望德聖母灣濕地生態區，嗰度係位於氹仔舊城區同埋金江大道嘅交界。雖然嗰度地方細細啦，但係咧有好多珍貴嘅重要嘅生態資源喺度嘅，仲有咧有創意啦，同埋一啲園林嘅綠化帶啦。咁喺嗰度影相咧就係最啱同埋一流噶啦。至於北區，雖然呢一區人口密集，但係好多價廉物美嘅美食，新興嘅城市建設可以為旅遊帶來新鮮感。居水馬龍嘅三盞燈，居住咗唔少嘅歸僑人士，呢一區獨特嘅風土人情，有潛力成為新嘅旅遊熱點。為咗配合重要嘅節慶，有關方面更加推出澳門旅遊產品發展計劃，包括係有文化旅遊發展計劃、購物旅遊計劃，咁同埋節慶旅遊計劃等等㗎。多元旅遊嘅發展方向，預計將會吸引世界各地嘅旅遊人士嚟到澳門，加強旅遊服務、零售業從業員嘅培訓，都係未來發展嘅重要方向。以上每一個崗位嘅你，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